喺埃及嗰時咧，一個埃及嘅人，佢講係主投胎嘅，你想啊？佢講係主投胎，佢係個作者講耶穌係主啦，主嚟做人啦。你了解生物層，不過你讀乜嘢都好，重要嘅咧，你要達到你嘅入口去想你所讀嘅。啊，個字咧手底入邊冇睇，翻你讀嘅嗰張字唔係邊個讀嘅，你翻嚟你讀咗，重要嘅係讀，重要嘅你讀咗咧，你要用你嘅腦去想，用你腦去想，啊，咁樣你留意啊，希望你得咗個靈感啊，俾你深一層嘅了解啊，呢個咧至重要，唔係嗰啲至重要啊。唔係讀嘅重要，係想你瞓嗰陣時揼個枕頭去想，呢個重要。想咩？想你所讀嘅，揼嗰個枕頭啱唔啱？係話啱，最好你派唔嚟。係呢個題目第幾題？我以為啱啊，係咪你要話啱嘅你都得嚟聽？我以為好啱，不過我仲係加多少嘢。你明白冇？呢個重要，靈感嘅分析啊 ，analytical mind，用你嘅靈感嘅分析，同埋智慧嘅想，OK，咁我哋攞翻嚟聽，嘅增加又得，認得又得，攞嚟討論又得，攞嚟辯證又得，冇淨係讀啫，讀咗評語啊，咁我哋討論辯，讀咗嗰個就去想啱唔啱？